在下华山令狐冲，不知阁下尊姓大名啊？阁下就是令狐公子，怪不得黄伯流那小子紧着往前凑呢。在下祖千秋，与一位好朋友老头子，合称黄河老祖。久仰大名。那这位皇兄，就是天河帮帮主黄伯流了。不错，这小子干的都是没本的买卖，他的酒啊，不喝白不喝。来。我跟这位皇兄素不相识，他为何如此厚礼啊？何止是他呀！现在3山5岳的江湖豪杰们，哪个不知道令狐公子的大名啊？这是为何？这我可不敢多嘴，日后啊，公子便会知晓。啊，来。你要挟东方不败，无非是想借用日月神教的人力替你寻找剑谱，却不知此事对我来说易如反掌。你这剑谱早已落入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手中，此事连岳不群都不知道。那你是从何得知啊？令狐冲是我夫君，你说我如何得知？哼，胡说八道！我二人早已在福州绿竹巷私定终身，只差拜堂成亲了。那你可知，令狐冲早已带着岳不群等人去寻找剑谱了？当然知道。他跟岳不群啊是假意敷衍。我们早已说好，等他到了五霸岗，便会甩开他们与我会合。要不然咱俩打个商量，你带我去五霸岗，我就让他把剑谱给你，怎么样？你是想骗我带你去五霸岗，然后让那群人把你偷偷救走吧？你以为就凭他们，能是我的对手？不过，既然令狐冲总要经过五霸岗，那我便随了你的愿，带你去见一见他，把辟邪剑谱夺过来。来，哈哈哈哈哈哈来，老爷子。
人练了辟邪剑谱。公子，走。孩儿啊，怎么样了？爹给你炼制的续命八丸，大功告成了。来，爹扶你起来。哎，把这个药喝完了，你的病就好了。啊！来，老头子，快出来救命！先躺下。这是怎么了？他是谁啊？你先别问了，你的续命八丸呢？我刚化开，正要给我女儿服下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去？祖千秋，你敢动我女儿的药，我跟你拼命！你这可是费了我12年的心血呀！哎呀，给我女儿救命的药啊！你这个老混蛋啊！我死都不会放过你！虫儿的这把剑丢在这里，想必是被别人抓走了。白天只有大师兄一个人在船上，不知他是真的被人抓走了，还是演了一出戏。什么意思啊？也许他怕到福州露出马脚，所以特地做出被人劫持的假象，好远走高飞。那这些金银财物又怎么解释啊？肯定是令狐冲过意不去，想要留下来，作为盗取辟邪剑谱的赔偿。我爹娘宁死都不肯交出的辟邪剑谱，岂是金钱能够比的？好了，事情没有弄出水落石出之前，谁也不可以乱猜测。看此剑势，好像是松风剑法。难道是于沧海？来，都拿过来，放到一起吧。好。来。你们都留在船上，我去看看。
小心点。是。祖先生，你给我服的丹药，是这位前辈的丹药对吗？当时情势危急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前辈，此事起因在我，你莫要责备祖先生，我一定想办法弥补你的损失。我前后12年，采集了千年人参、茯苓、灵芝、熊胆等各种珍贵药物，久蒸久晒，才酿制了8颗起死回生的丹药。你说得到轻巧？您的药治好了我的伤，别说是12年，就算是24年，我也一定给您凑齐了。我女儿的病，最多也就撑个1年半载，谁等得了你配的药啊？此话当真？老不死姑娘这病是娘胎带来的，只有这续命8丸才能医治。老头子，我对不起你。若这姑娘有个3长2短，我给你抵命。事已至此，还说什么呀？你我数10年的交情，你竟然卖友！这小子，难道是你的儿子？你胡说什么呀？在下复姓令狐，怎么会是祖先生的儿子？令狐，你是令狐冲？正是在下。这回你知道我为啥拿你的丹药救他了吧？公子，小人方才口无遮拦，望您恕罪啊！前辈，是我服了您女儿的丹药了，该赔不是的是我。不，小女区区贱命，若能换得公子万金之躯平安，那是他的造化呀！哎呀，你们到底是看了谁的面子才对我如此礼遇啊？这个，我今日来，是想请诸位办一件事。一切听圣上指示。不能说呀，公子就是杀了我们，也绝对不敢告诉你。好，你们不说是吧？是不是不说？不说我怒气难消，我去拿绳子把你们绑起来，一个一个的把心都挖出来。不是，那公子绑吧。公子要绑，绑便是。对，拿绳子去。公子，请吧。公子绑吧。不是，你还真绑啊？哎，不是，老头子，啊，哎，不是，你拿刀干什么？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不许做无礼之事。
你别再逼我了，我真的不行了。这，哎，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好色啊！我那苦命的儿啊！留了这么多血，哎，你不能这样。闺女，闺女，怎么了？爹，他逼我喝他的血。啊！你是谁？喝了它，能治你的病。我不喝，不喝我就宰了你。你快去打金疮药！好，快去！好。令狐公子，令狐公子。令狐公子，你这样做，让我粉身碎骨也报答不了你呀！但愿血癌有效，能救得了姑娘的命。公子流血过多，我去给你熬点参汤补补。我得赶回去了，要不然师傅该以为我走丢了。师傅来了！师傅来了！爹娘，找到大师兄了吗？大师兄身受重伤，又能到哪儿去呢？他如果真的手持辟邪剑谱，不知道多少人争先恐后的给他疗伤。平之，你能不能别再说这种话了？林师弟，事情还没水落石出之前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大师兄，小林子不是那个意思。他什么意思，我心里清楚。这个阴魂不散的于沧海，居然能够从华山一路跟到这里。迟早，我一定要手刃这狗贼。冲儿，你的伤是真的好了吗？服了丹药以后，真姬并无异动，应该是好了。黄河老祖和天河帮，他们可都不是善类，但是他们又对你如此敬重，这里面恐怕会有诈呀。令狐冲！平大夫，冲儿，这位是？老夫凭一旨，借贵船与令狐少侠说几句话。请。爹，这是谁啊？好大的架子！
他叫杀人名医平一指。师兄，此人脾气古怪，亦正亦邪，冲儿和他单独相处，恐怕不妥。平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本来要到五坝岗去寻你，可黄伯流说你就在附近，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。五坝岗？怎么，这陶古斯仙没跟你说吗？姑姑还在五华岗等你呢，你可千万别死！呀，我竟将此事给忘了。你小子，以后有你苦头吃。哎，那平先生这次找我何事啊？我已想好治疗你内伤的办法了。你不吃啊？你之前带我出来的时候，非要我蒙上眼罩，莫非之前是将我囚禁在黑木崖上？你别那么凶巴巴的看着我，你别那么凶巴巴的看着我，随便聊聊。你怎么出来之后反倒变成哑巴了？这样吧，你给我解开，反正我穴道都被你点了，肯定跑不掉的。快点给我解开吧，解开吧，解开吧，快点！哎，对了，废话太多。多谢平大夫费心。不过我之前服了一些丹药，现在感觉好多了。不可能啊！你服用的是什么丹药？多了这不戒和尚这个蠢驴的真气也就罢了，可你又服用了这10几种大补的燥药。这些燥药是给那些纯阴女子服用的。
这里便是桐柏山的住处了。哎，你有什么发现？除了这箱黄金，其他什么发现也没有。敌人行事难道如此谨慎吗？大哥，蓝教主，小妹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路过附近，听弟兄们说你们在这儿，我就过来看看。不是都叫你多带些护卫吗？又一个人出来乱跑。你要觉得拿护卫不方便，我让朱雀保护你。姐姐不必费心，我自有防身之法。看，这是上官长老从扶桑国商人手中买来的火铳，专门给我防身用的，威力比你们高手发的暗器还要厉害呢。没想到童长老居然是叛徒，此事万万不可泄露。我们怀疑他还有同党，难道他和神秘人是一伙的？不知又闯了什么祸，连东方少帅都来抄他家。这混蛋靠咱们的下，在外面让人，早该遭报。罗罗叶的人还得是咱们东方少帅，可不是？有个兄妹相通的杨总。如今又多了个美艳动人的蓝教主，还非要做他的妻子，少儿真是羡煞旁人呐！你怎么脸红了？哎呀，师娘，人生在世，多活几年，少活几年没什么差别。师兄，你现在还来得及传冲儿自下神功吗？师娘，平大夫都说没法医治了，就别白费力气了。就是我不能为六师弟报仇，找不回紫霞秘籍。弟子愧对华山派。起来吧。为师不怪你就是了。谢师父。冲儿，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，为师可以替你去办。还请师父师娘恕罪。冲儿最后的日子，恐怕不能陪在你二老身边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趟五八岗，去见一位恩人最后一面。好，那为师去送你一程。大师兄，我不要你死。小师妹，你和林师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大师兄祝你们恩恩爱爱，白头偕老。林师弟，你要好好练功。
早日杀了于沧海，为林总镖头夫妇报仇。大师兄，师傅，今天能允许我放纵一下吗？师弟们，船上有好多酒，今天晚上咱们喝个痛快。兄弟们，快点儿！黑熊，哎，来了，来了啊！拉那边去。是，看好啊！是，走，跟上。你们可要看仔细了，莫让人给我倒了去。哼，谁会吃了豹子的，敢偷圣姑的东西？哎，你们说，令狐公子究竟是什么人？啊，竟敢能劳动圣姑，给他兴师动众？哎，乱嚼舌根，不想要脑袋了。什么人？圣姑，圣姑，你敢绑架圣姑？什么人？莹莹，看来你的小情人还真来了。
冲哥，他要你交出辟邪剑谱才肯放我。这位前辈，辟邪剑谱现在不在我身上。这样，你先放了莹莹，然后我带你去拿剑谱，怎么样？我不想听废话，要么给我剑谱，要么给他收尸。哎，你要是敢伤他，你肯定拿不到剑谱，你信不信？虫儿，这位任小姐就是你口中说的大恩人吗？是。敢问任小姐，日月神教前教主任我行和你是什么关系啊？月老儿，不必阴阳怪气。任我行就是我爹。你是魔教教主的女儿。令狐大侠，你还要继续演戏吗？师傅，令狐冲，你真的勾结魔教，盗取辟邪剑谱？冲儿，你勾结平一指等人，欺骗我们，你就是为了和任盈盈远走高飞吗？师娘，我……令狐冲，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！够了！我没心情听你们啰嗦。剑谱呢？看来这位小妞在你心中也没多大的分量。慢着！剑谱在这儿。我们公平交换，我给你剑谱，你放了莹莹。好啊。还我剑谱！平之，你怎么样？伤到你没有？我是魔教妖女，你还管我死活干嘛？你觉得我会在意这些吗？再说我也活不长了。你病情又加重了吗？不说这些，我回去救我师父师娘。咱们快走吧，你不是他对手。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啊！笨蛋，等他发现剑谱是假的，自然会追咱们。走。静心普善咒。
初到绿竹巷时，姑娘弹奏的就是四曲。如今和绿竹前辈阴阳两隔，和姑娘马上也要分开了。不知姑娘能否将此曲谱赠予我？好。毛队，你小心。不自量力。放心，蒙面人受伤跑了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儿。你伤得这么严重，咱们快去找平医治。平大夫已经诊断过了，无力回天了。没想到佟百川在这儿还有一个老巢。那个女人叫小桃红，据说佟百川对她甚是迷恋，应该能知道些什么情况。死鬼，走了这么久，还算知道回来。你们是谁？在下鲍大厨，这位是桑三鸟。我们奉佟长老之命来给夫人送些银子。进来吧。佟长老这次外出公干，所以特命我们来照看夫人。以前出去那么多次，也没见老家伙那么好心啊。他该不会是在杭州又偷偷养了哪个狐狸精吧？杭州？佟长老不是去了云南吗？他的管辖范围一直是杭州啊。兴许是换地方了吧？你们帮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，我也管不清楚。
怎么会这样？平医指明明说过可以救你的。平大夫医术再高，也难救必死之人。都怪祖千秋胡乱给你吃药，我定要宰了他。哎，祖先生也是好意啊。我不管，害你的人都得死。平医指要是治不好你，也得死。你心里肯定在骂我心狠手辣，是不是？令狐冲就是一介莽夫，实在不值得任大小姐这么揍。你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，别看不起我了。是，我是魔教妖女。你跟我在一起，只会败坏你名门弟子的清誉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家里难得来客人，你们吃了午饭再走吧。难道除了我们，从没有教中兄弟来过吗？以前倒是有个叫什么来着的长老，他倒是经常来。什么长老？夫人仔细想想。那个人呐，每次来都神神秘秘的，他们说话又从来不让我参与，只恍惚听过一次名字。你们先坐，我呀，上去换身衣裳，兴许待会儿啊就想起来了呢。夫人请便。指使佟百川的定是此人。那他刚刚提到的杭州又是怎么回事？我从未指派过佟百川管辖什么杭州，应该是神秘人对他有什么任用。哎，这儿有血迹。这血还没干透啊！五八岗上，黄伯流等人惨死，此处又有血迹。哎呀，莫非圣姑和令狐公子遭遇了什么不测啊？祖千秋和老头子。有可能，圣姑为了令狐公子，大张旗鼓地搜集天下灵药，说不定就会招来敌人了。那岳不群一向以名门正派自居，会不会他不同意令狐公子和圣姑在一起，所以就动了杀心？怎么办？那像令狐公子这般英雄豪杰，只有那圣姑这般美貌的姑娘才能配得上啊！那岳老儿敢棒打鸳鸯，咱们邀起人手，挑了他华山派。不错。疯了吧？任教主对咱们有大恩，圣姑好不容易有个心上人，咱们就是粉身碎骨也要碎了他的心愿。对，走，咱们去找岳老儿问个清楚。走。两个混蛋胡言乱语，不想活了吗？小人信口开河，请圣姑恕罪啊！我二人这就远赴西域，再也不回中原了。谁让你们去西域了？我要让你们帮我办一件事儿。圣姑但请吩咐，小人定当竭尽全力。我要你们帮我杀个人，我现在找不着他，你们给我传话下去，抓了此人，我重重有赏。请问圣姑，要杀哪一个恶贼啊？此人复姓令狐，单名一个冲字，华山派大弟子。那我们就把他抓了，交给圣姑。谁让你抓他了？他毁我清白，
把他杀了，才能除我心中恶气。怎么办呢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们这就去办。我命不长久，你要杀我，现在就杀，何必说那些让人误会的话？误会什么？你说我回你清白，你这要传出去，还以为我对你做什么不轨的事儿了。我那是一时口误，都怪你，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啊？话是你说的，你怪我干什么呀？哎，我有个办法，你听还是不听？那就只好委屈任大小姐下嫁给我这个华山大弟子了。哎，我当初还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令狐冲何德何能，天下所有的英雄豪杰都要来救我的小命。现在知道为什么了。多谢圣姑救命之恩。其实我丢小命不算什么，但是能得圣姑这番情谊，这一遭也算值啊。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了。余生无论长短，绝不辜负。他身上没有丝毫的伤痕，这个红点有可能是致命伤。他应该是被细小的暗器所伤。被神秘人抢先一步灭了口。宅子里或许还有别的线索，咱们分头寻找。
好肋骨没断，否则可不得了。教主，今后不管去哪儿，我都要在你身旁，绝不离开半步。来，好了，大哥，可以进来了。都怪我一时大意，跟你没关系。谁也没想到，神秘人会突然袭击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神秘人武功之强，也超过我的想象。是我思虑不周，不该将你卷入此事的。难道对方的武功连大哥都不能胜他吗？神秘人已夺得黑木令牌中的葵花残卷，练成了完整的宝典，武功恐怕在我之上。今天都怪我，害你被师父误会了。人呢，小姐，还有服软的时候呢。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深更半夜在这儿干什么？哦，我们兄妹二人赶路累了，在这儿歇一会儿。孤男寡女，深山独处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你们要去哪里？这是我们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老子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。你想挨揍吧？哼！这两个人一看就是邪教中人，带我去搜上一搜。肯定身上藏有歹毒的暗器。嗯，在下华山令狐冲，并非邪教中人。就你，手上连剑都没有，你还敢自称华山弟子？冲哥，他娘的！谭兄，还是问清楚比较好。站住！走。啊！谭兄，算了，谭兄，哎，不行！你。冲哥，他好像是中毒了。我的心里有寒毒。没事吧？咱们休息一下。好些了吗？有什么？
说。